大家好，4年级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谜语的第1句到第3句的解释复习哦。那因为我们谜语10句已经上完了嘛，那我们总不能这个会念了之后啊，完全不知道它的意思哦，所以我们来复习这个第1句到第3句的解释啊。那不过在我们复习之前，还是一样要从第1句到第10句念一遍哦。那请问小朋友，不知道你们这些句子啊，是不是已经有记起来了哦？会不会自己念啊？好，来，大家一起跟着念，从第1句到第10句，一、2、3开始。阿婆生囝真拼咧，钱海赚，囝细汉。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，去食歹葫芦加仙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讲互你捌，喙手拍四角，十喙九尻川，掠杀母相加。家己在一丛，较赢看别人，日头赤夜夜，虽然顾性命。哦，很棒哦，1到10句都已经念完了哦。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它的解释啦哈。来，第1句，阿婆生囝真拼咧。阿婆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上了年纪啊，可能是70、80岁的老太太，又想要生小孩，哇，所以呢，这个好像不太可能达到的事情了哈，很难有听到有这个70、80岁的老太太还有生小孩啊哈，所以呀，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，想达成目标，并非想象中容易哦。好，来第2句，钱歹赚，囝细汉。哦，钱啊，大家都知道了哈，钱啊，歹赚，好难赚哦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囝啊，就小孩的意思啊，细汉就是幼小了哈。哦，所以呀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生活啊很困苦啊，很难呐哈。这个很辛苦的意思啊，艰辛就是辛苦的意思啊哈。生活过得很辛苦的意思就是钱歹赚，囝细汉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第3句哦。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。哦，这个呢，天顶啊，在天上啊，这个老天爷哦，我们就是说他是上帝公最大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地下啊，不是说地下哈，是讲我们这个人间啊。母舅公最大，母舅哦，就是妈妈的哥哥最大哈。因为啊，以前啊，这个有喜事的场合啊，婚嫁喜事的场合啊，哦，这个舅舅啊会出席的时候啊，都会请他做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大位的地方啊哈。所以呢，以前啊，我们就是早期的社会啊，我们觉得这个大姑的地位很崇高。大姑就是这个，通常就是这个大姑就是
阿布啊哈，妈妈的哥哥，最大的那个哥哥哈，地位很崇高的意思啦哈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个谜语十句的1到3解释就复习到这里哦。希望小朋友真的知道这个意思哦，不要只会念啊，结果呢，爸爸妈妈问你这是什么意思，你都是不知道，这样子哈，就这个太可惜了哦。好，来小朋友，这一节这个闽南语的护照就上到这里为止。好嘞，拜再会。